原是外邦进贡了襄阳王啉的名酒，道理特别摕来要孝敬的师傅。师傅，请试用看。真香，真香！啊，果然是名酒。师傅，师傅，道理有一项代志要要求师傅。什么代志？就是从小店咱带领眼金车的金银，是毋是师傅你甲摕过来一笔？哦，你哪会知影眼金车的金银伫我遮？吼？师傅，如果若是真是伫师傅遮吼，希望师傅你若金银赐予多地方唔？你爱金银要创啥？师傅，道理痛快前开，想要投靠眼金车，这就是正经之理啊！哦，浪子回头金不还。既然你若知影通痛改前非，弃暗投明，去下归正，为师真欢喜。是，多谢师傅。金银伫我遮，我摕互你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对呀，是，这就是颜钦车印信。是，也搁有，是，少2包药单，哈，一包就是要医治颜春敏的两眼，好，也搁一包要医治罗芳的疯癫症。哦，这2包药单会当互你当时早去军营。是一个功劳咧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师傅，来，道理再敬你一杯啤酒，请你再敬，请你再敬。你加油，加油！真好。小人，小囝，你过来创啥？我是要来救一个可怜的老大人。什么？退啊！你师傅，天将，看，你创啥？老前辈，这就是凌贤道所要告救你的美酒。啊！天将，你哪里去？哪个？退啊！他，这是呀！哼！你现在要救我，啊？无为什么？天幕相平，好打抱不平。做事只是凭着一粒仁义之心。仁义之心。故事。小弟，天将，你多等下。天将，这是颜钦车金银，也搁有2包药单，来解救颜钦车两眼以及着罗芳的疯癫症。你摕等去。老前辈，感谢。要甲说啥？雷英这个叛徒，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我要大破枪手啦！
过你哦。当然啦，你是要惊死是不是？王哥，安怎样？计划有成功无？成功，偏偏一个老命都无去，成功。敢讲林师傅较传着你的意无？唉，讲正拄啊，迄毒药下落，阮师傅要啉落去啊！突然间，个小囝点招出现啊，出一支表，自从我的计无拢被破坏了了。然后呢，林师傅伊加在我走得快啊，也若无一条老命早就无去啊！吓死啊！想袂到点招这个小囝，到这个时阵，竟然还搁伫咧无头风，唉！这回哦，代志甲安尼做，我的师傅绝对袂原谅我啦。哪来哪严重，愈来麻烦愈济了。哦，王哥，你是讲恁师傅会去帮助严春敏来找咱的麻烦？话是无一定啦。丁超来无头风，目的是要救我的师傅，甲伊帮助的。这回破坏着我的秘密，卡传着我的计划，而且佫救着我师傅一条命。我的师傅当然是听伊的，凡事念伊对来无一定，也若无，我的师傅一定会甲伊去救严春敏一行人啊！颜大人的目睭是毋是会失明？放心，颜大人的目睭是因为烦恼过多啊，目屎流伤多，所以一时啊无看到物件安尼模糊离。你嘛好好互伊静养，啊，我这个药啊过了后，慢慢就会复明。感谢老前辈。哎，免谢谢。啊，有影，我敢是讲，还佫一个，或者如风精神散乱干事。医师吼，安尼无少千辛万苦，啊，赶去迄个无头风遐请一位奇人来甲你医目睭，今暝嘛找转来安尼。大人，你看，金印，咱总也找金印倒转来，高弟。你已经死啊！你永远无法度搁再倒转来。舅兄的唔对，舅兄当初不应该叫你保管这个金印。五弟，大弟，你爱珍重，你唔能搁再悲伤啊！五弟，五弟。
眼前。对，白爷讲你对，咱应该节哀顺变，永续着了。希望早日当消灭奸党，完成大人处回从容执行的任务，也可以为白五爷报仇啊！是啦，大人呐，你为着白五爷死去吼，啊哭到目睭出血，搁失明，满爷的义士军粮拢无守，即马你目睭已经医好啊，应该想办法早日破冲销楼，白五爷死了，死亡嘛才圆客。咱应该爱破冲销，也通好替五弟报仇。王华，王记，今日有什么消息无？林师傅果然伫甘春敏的府内，而且佮医好罗峰的小病，将今日伤害甘春敏。是，此事当真，一点仔都无误的。而且伊佮讲，伊要亲自来处理手机。啊？处我的手机？得。我是要怎样？我是要怎样才好呢？王官，虽然你的功夫不是恁师傅的对手来讲，敢讲你连闪避伊的所在都无识？什么？闪避的所在？王官，代志好。马总，王官，什么代志？前两天迄个桂老人因过来啊。什么？怪老人过来？去，先让你冲小楼。是。罗英，过来！罗英，出来！你要走去倒去？哼！这小小的冲销楼，有法度通阻止老夫。罗英，出来！我唔相信你往后走。你若走到阴司地，甲恁爸甲你推到三路店，走到天顶。我就把你推到凌霄宝殿，你若走落去海底，恁爸就把你推到水之桥。瑞英，出来！瑞英，你给我出来！瑞英，出来！瑞英，出来！瑞英，出来！瑞英。老前辈，你有要紧吗？原来是恁教的，我中着雷英的价值，这冲销楼中着机关，若毋是我的功夫，已经练到顶风造极、炉火纯青的程度，强家早已经死在冲销楼。
我拼着我最后一口气，深入冲霄楼机关的密室，才会当摕到关王以及着彭冲官私通番邦的罪证。这就是伊的信件以及文件，恁若摕回家声，就会当做着藩王造反的证据，就会当消灭着犯贼。你摕去。老前辈，你较振作诶！老前辈，前辈，我忍着最后一口气，要大破冲霄楼，要自从雷英一般的恶毒消灭。前辈，老前辈，老前辈，你较振作诶！前辈，你唔免管我，恁甲我放，我要大破冲霄楼，我要甲雷英同归于尽。你唔通去，前辈，你想？唔通去，老前辈。你还敢迷惑？